看义气，这天下第一就该属我们北荣的。北京国土一丢，天下第一绝对不能再让。今日就算拼上这条性命，也要护住中原颜面。不自量力，是我杀月斩！血红色的内力气息，这七煞门居然已经达到了9品巅峰。既然你中原无能，天下第一我就带回给北荣王子了。去！剑圣大人，剑圣来了又怎样？老子现在可是9品巅峰，不怕你。9品巅峰，我只能说你配死在我的剑下。体内的内力怎么是金色的？难道你已经突破了10品了？不可能！天下第一只能留在中原。这才几个菜呀，就醉成这样？上个月打败七煞门的是剑圣，怎么就是你呀？叶晨，你要有这么厉害，怎么会在镖局当马夫呢？啊，就是。我隐藏身份当马夫，那是有原因的。一是为了避开各大宗门千金的求亲，二也是为了寻找我当年的救命恩人。6年前，我身中这天下第一奇毒，若不是恩人以身替我解毒，我早就死在小人暗算之手。恩人的肩上有一朵梅花印，她的身段像葫芦一般，应该是一个绝世美女。只可惜啊，那天晚上天太黑，我没看见她长什么样。你小子才见过几个女人啊？还绝世美人？论美人儿，还得是我们镖局的苏当家。哎，咱们苏当家那可是南国城第一美人，不但容颜不输花魁，而且还是个5品高手，又美又能打，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个啊！苏当家，你们有没有见到宝儿？宝儿小姐刚刚还在门外。哎，小心啊！宝儿，危险！是金色的，那是，只有内力到10品的才是这个色儿的。宝儿，没事吧？吓死娘了！娘，这个10品叔叔救了我啊！娘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武道最高就是9品巅峰，哪来的10品？除非是他。就是他！方才多谢你救了小女，不知你怎么称呼？不客气，我叫叶晨。娘子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娘子，林峰，你带着花轿嫁妆来我镖局，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来接娘子你回家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明日我有一趟镖要走。婚事择日再谈。苏小姐，我可好心提醒你，我们的婚事可是王爷亲许的，你别以为能推脱掉。不是吧？带孩子的人妇都要，就这么想接盘呢？你个坏蛋，死心吧！我娘有相公了。小孩子可不能撒谎。没错，我已经寻得了如意郎君，请林少爷另择佳偶。我，苏海棠，此事当真？当真。 好你个马夫，竟然敢跟本少爷抢女人！
杀了你！哎！我杀了你！哎！林少爷，在我镖局门口动刀动枪，也太不把我这个当家放在眼里了吧？是你先不把我放眼里，还愣着干嘛？给我上！真是一群废物！苏小姐可是无凭无据，我们普通人怎么打得过？娘亲好厉害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让你在这叫你！打死你个坏人！少爷，这孩子的筋骨居然和我一样，能无损接受我的内力。刚刚宝儿身上居然出现了10品才有的金色气息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哎呀！哼，我看你还敢欺负我娘亲不？苏海棠，你竟敢拒我林家的婚嫁给一个马夫！你这是在跟王爷作对！我告诉你，你这镖局你开不久了！你信不信我再给你一掌？走，我们走。走。娘，这次送镖让爹爹一起去吧。爹爹，刚刚娘不是承认他是你的相公了吗？娘的相公就是宝儿的爹爹。宝儿，别乱说，刚刚只是权宜之计，不是真的。况且这趟镖十分危险，别人不一定愿意呢。这娃如果有我的血脉的话，那说不准我要找的人就是他。我愿意跟这趟镖。啊！太好啦，爹爹可是10品高手，能保护我和娘亲。明天我们一起出发。我不同意。海棠，这次咱们押的可是黄镖，不比寻常的镖。沿途关卡重重，你带这么个马夫，他只会拖咱们的后腿。我自有分寸，让他跟镖也只是照顾宝儿，他不负责护镖。照顾宝儿我也可以啊，根本就用不着他。哼，又赶上一个接盘的。而且我听说最近有细作混进镖局想偷镖，说不定就是这个马夫。娘，我叫爹爹跟着去。爹爹，好，听宝儿的。海棠，不必多说，让他跟镖，出了什么事情我担着。叶晨，这是100两定钱，走镖的时候你不需要护镖，只需要看管好宝儿。到了目的地，我再给你加100两。这趟镖到底押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走镖的只问路程，不问镖物。如果你反悔，我不怪你。不用了，正好我在这马棚待腻了，想出去走走。行，我去准备行程，看好宝儿。宝儿，你怎么能管那个马夫叫爹呢？张叔叔可是6品高手，不知道厉害多少。要不这样，你管我叫爹，怎么样？爹爹可是10品高手，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打不过他。10品，一听就在吹牛。那马夫能有2品就不错了。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，他就是个废物。喂，听宝儿说你也懂点功夫，咱俩比划比划。不用了吧，这明天就要走镖了，受伤了不太好。看到那排酒坛没？哇，上头的剑气竟然是绿色的，看来功力已经到6品了。 9品5阶的内力分别为赤橙黄绿青蓝紫，9品为红色，3品以下都是白色。现在让我们看看你这个10品高手挥出的剑气是什么颜色。是啊，就是啊，我看看。爹爹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厉害。
好。他居然连剑气都引不出来，别说马夫了，就怒火夫还差不多。爹爹只是留手让着你们，你们有什么好嘚瑟的？哼，我可没留手。赶紧混进镖局里换衣服。不对劲，好强的气息，感觉附近有顶尖高手。你瞎嚷嚷什么？这破镖局里全是酒囊饭袋，哪有什么高手？橘色的剑气，世界上……我警告你，苏海棠是我的人，这个马夫少打他的主意。兄弟们，收拾东西，明天出发。宝儿，你平时跟娘亲睡觉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她肩上有什么印记，比如梅花什么的？怎么啦？爹爹是想跟娘亲睡觉？啊！放心吧，爹，交给宝儿。哎，你，我今天要娘和爹陪我，不然我就不睡觉。这孩子办事挺虎的。叶晨不会武功，谅他同床也不敢乱来。好，娘听你的。今晚你就在这里睡，不过绝对不可以越过这条界。要是你不安分的话，小心我废了你。爹爹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喽，我走啦。哎，不是，苏当家，你这……别吵我睡觉。你这人长得挺美的，但你这睡相也太恶劣了吧！胎气。手在干什么？那个好色之徒！我不是好色之徒，你误会了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说好了不过界，你还想脱我衣服？你还说不是好色之徒？海棠的房间为什么会有摇床声？你轻点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你晚了，脱我衣服的时候你就应该会想到这样。哎呀，我的海棠被猪狗了。不，你看清楚，是你越界，不是我越界。那你不早说？我说了有用吗？不还是挨你嘴巴子了吗？好，我误会你了，你打回我一巴掌。刚才差一点就看清胎记了。还说不是好色之徒？不是。海棠，还是让这马夫回去吧，他留下成为碍事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走镖的时候称职务。是苏当家，我听说这趟镖押的货物非同寻常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镖局可就保不住了。有埋伏，大家小心！何方鼠辈，竟敢劫苏家的镖，不想活了！林峰，林少爷，哼，林峰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我不会跟你成亲的。嘿，还真以为我要娶你啊？我只是受人之托，用婚事来拖住你，
不让你走这趟镖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看来你们还不知道这趟镖押的是什么。苏海棠，今日我可是请了北戎的高手来为我助阵。北戎，这位高手呢，可是在剑圣手下走过3招的人。今天这镖，我灵风要定。没搞错吧？这能挨3下也值得爆出来啊！你个马夫懂什么？能在剑圣手里走过1招，便是高手。你跟他解释这么多有什么用？他一个喂马的，可能连剑圣都不知道。爹爹，剑圣很厉害吗？那可是相当厉害。那是爹爹厉害，还是剑圣厉害？都厉害。苏海棠，识相的就乖乖把这镖交出来。娘，别害怕，爹爹能打赢这群坏蛋的。你只需要保护好宝儿，其他事情不用你操心。这可是在海棠面前表现的机会，我绝不能错过。别轻举妄动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一个连剑气都引不出的废物，就好好站后面吧。这种场面，还得靠我这个5到6品来收拾。有我张凯在，镖车你们休想劫走！得手了。张斗可是6品的高手，这个北戎人根本就不是对手嘛。就是啊，北戎人运气刚硬，硬碰只会受伤，只有声东击西才能得手。你个喂马的也配点评6品高手？赶紧闭嘴吧！红色内力，难道他是9品？怕了吧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得罪我们凌家没什么好下场。不可能，整个中原能达到9品的也只有3大宗师，他怎么可能是9品？识相的就乖乖把这镖车交出来，我还等着回去向王爷复命呢。人在镖在，有我张凯在，你们休想劫镖！人在镖在，在镖在，赤手妖魂！在镖在，赤手妖魂！在镖在，赤手妖魂！既然你们自寻死路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你们与9品之间的差距。刀雄，给我把他们都杀了！一群蝼蚁，你们连让我拔刀的资格都没有！这就是9品的实力，根本就拦不了。狼头挂牌，还有背上的黑曜宽刀，难道他是七煞门的刀雄？什么？七煞门的刀雄？传闻刀雄的实力比剑虎还强，当年就是因为不服门派的排名才离开的北戎。比剑虎还强？剑虎可是3大宗师联手都对付不了的，我们怎么跟他打？哎呦，刀雄连刀都没拔出来，你们就全军覆没了。哎呦，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你打不过他的，我来对付他。娘，让爹爹上吧，爹爹可是10品高手，能打赢这个9品坏蛋的。叶晨，你别闹了，要不是我拦住刚才的剑气，你早就死了。你已经受了内伤了，在旁边站着，我去会会他。看来你们镖局是真没人了，竟然让一个马夫上！哎呦，镖我们不要了，只求你放过我们镖局的兄弟。为什么呀？没必要做无谓的挣扎，再打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死。镖是你们的。少爷，是这个箱子。刀雄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林峰，你怎么出尔反尔？对不住啊，苏当家，王爷有令，但凡知道这趟镖的人都得死，包括这个孩子。这镖我们从未打开过，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哦，是吗？可惜啊，我只信死人。刀雄，送他们上路。拔刀了！弟兄们，
报效苏当家，就在今日。叶晨，你带宝儿走。你让我走？娘，你信爹爹吧，他真的能打赢这群坏蛋的。宝儿乖，平日难都赢，但今日不行。玉佩拿着。宝儿，不要过来！娘，这玉佩，磨蹭什么呢？赶快把他给我处理干净！王爷还等着我回去复命呢。煞月斩，竟然是煞月斩！普天之下唯有剑圣能接得住。来世再聚。打够了没？该我了。金色气息，好可怕的内力！这世上竟有这般高手！我没看错吧？叶晨他仅凭2根手指就接住了刀雄的煞月斩。我让你用绝招杀了他们，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王爷还等着回去见我呢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们刚才联手消耗了刀雄的内力，所以他这煞月斩才没有发挥出威力。叶晨，趁他内力还没恢复，快带宝儿走，我断后。等等，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，我要的是整个镖局都死在这儿。他伤害了我的妻子，我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？宝儿，照顾好你娘，爹爹去会会这个坏蛋。是爹爹。当年对你们七煞门留守，才让了你们3招，今日我便不留余地了。哼，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金色气息凝聚的巨剑，难道天下第一剑？天下第一剑！刀雄竟然被打败了！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一把金色的巨剑！打完，收工。这个玉佩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剑圣这些年一直隐瞒身世，就是不想透露身份。我还是别给他添麻烦。我店铺买的。买的？原来玉佩不是他的。你居然能打赢七煞门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娘，爹爹就是剑圣。你真是剑圣？没找到恩人之前，我还是先别暴露剑圣身份，免得3大宗门知道我的行踪后，又追着来联姻。我不是剑圣。你不是剑圣的话，怎么能打败七煞门的人？那是因为……那是因为这七煞门是假。你们看，真正的七煞门挂牌有2颗獠牙，他这个只有1颗，分明就是假冒的。还真是1颗獠牙。刀雄出走北戎后，故意划掉挂牌1颗獠牙，以表断理。你们居然找一个假的七煞门来糊弄我！冤枉啊，少爷！我们请的是真的七煞。别跟狡辩！你别跟狡辩！要是真的七煞门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连一个马夫都打不过？自从七煞门被剑圣打败后，就再也不敢来中原了。他怎么可能是七煞门的刀雄呢？我们哥几个累死累活的消耗了他大半内力，结果让你个马夫捡了现成便宜。就是啊，让你捡了个让他便宜上了。对。苏海棠，别高兴得太早，
自从你们接下这镖的那日起，就已经得罪了王爷。王爷已经带着10万重骑前往山海关。山海关，这是我们下个关卡的必经之路。先留你们几个人的命几天，等王爷回来，你们都得死。废话真多，我现在就先弄死你！快走，快走！左当家，这1万重骑拦路，这镖还怎么送啊？硬闯是不可能的，除非走临头那条山路。左当家，那可是山贼开的路，咱们镖车走那条路，不等于羊入虎口啊！苏当家，万万不可！那条路要经过黄风寨，那里的山贼杀人不眨眼，咱们这趟镖能不能保住另说，就连兄弟们的性命，恐怕都要交代在那儿。不就是借道走镖，有必要这么慌张吗？借道？你真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鳖！黄风寨在那座山头坐山为王几十年，势力大到连朝廷官兵都不敢轻易招惹。多少商队行旅误入他们的地界，都从来没有活着出来的。张头说的没错呀，尤其是如今那位少寨主，打家劫舍、强抢民女，无恶不作呀。您三思啊！黄风寨的威名，我自然清楚。然而，他们虽然目无王法，但他们最敬重一样东西——英雄令。英雄令？连英雄令都不知道，真是个不懂江湖事的马夫。英雄令是江湖上对真正英雄豪杰的最高认可，它不是靠花钱或者势力能够抢夺的，而是必须对中原人民做出过惊天动地大功劳的人才能获得。英雄令是由9成赤金打造，价值连城，做工精美，上面刻着持有者的英雄称号。据我所知，迄今为止，江湖上流传的英雄令只有2块。要是他在就好，我想他一定有英雄令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你们收拾好东西，我们先去前面的驿站住一晚，再做打算。是。英雄令。哦，刚刚那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娘，我看见了，是块亮闪闪的金牌。交出来。剑圣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块英雄令它是假的，因为我非常崇拜剑圣，所以就做了块假的英雄令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你也觉得叶晨在说假话？我是说这块令牌肯定是假的。叶晨穷的叮当响，要是真有一块9成赤金的令牌，早被他拿去当铺当银子花了，怎么可能留到现在？可是我怎么看都像真的。那榔头挂牌都能是假的，这英雄令假的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把它当真的用，不就行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拿着这块英雄令假扮剑圣。我假扮剑圣？苏当家，论样貌论气质，我怎么看也比他像英雄。你让这个马夫假扮剑圣，不如让我来。对啊，咱们的人在江湖上走镖这么多年，早就被各大门派山寨记熟了脸。叶晨这张新面孔，正好用得上。换好衣服没？出来让我看看。怎么感觉叶晨好像6年前的他？怎么了？这衣服哪里不对吗？没什么，挺合身的。这样看，
更小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对不住剑圣。不行，我不能对不住我的恩人。娘，我让你陪我睡。娘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自己睡觉了。宝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宝儿，门锁了，出不去了。那就凑合一晚上，在这里睡吧，反正明天还要早起。想什么呢？分开睡。就是这样。谁呀？苏字镖局前来拜见黄风寨。手镖居然走到了黄风寨的头上，你们胆子可真大！小辈斗胆，愿献上白银500两，作为过路费，请黄风寨行个方便，让我等顺利过山路。借道？哼！皇帝老子来了，我都不一定给面子，我们凭什么借给你？凭他，剑圣。剑圣？没错，就是那位天下第一的剑圣。苏当家，你怕不是拿我们黄风寨当傻子耍吧？他这个模样，一看就是假扮的。我为什么是剑圣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你这白白净净的，怎么可能是剑圣？剑圣可是能一招秒7上门的存在，怎么可能是你这般小白脸模样？谁说小白脸就不能当剑圣了？长得帅难道还有错？我都说了他装不了剑圣了，你就是不信。既然胡教头不信，我们就此告辞，不便叨扰。站住！你当我黄风寨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传出去，我们还怎么在江湖上混？那胡教头有何指教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把门口的飙车留下吧。留车留下，留下，留车留下，留下，留车留下，留下，飙车留下，飙车留下。你们敢！当年老寨主以忠义立寨，所以我才出手相助，帮助黄风寨脱困。现在你们倒好，竟然沦落到下山抢镖、罔顾江湖道义的地步。混账！穿上剑圣的衣服，还真把自己当剑圣了。娘子，把我的英雄令拿给他们看看。不是，英雄令？英雄令不是假的吗？掏出来不就露馅了？不怕，大胆的拿出来吧。这小子，这英雄令居然是真的！错不了，这9成这件的质感，绝对是真的英雄令。怎么会是真的呢？你不是说英雄令是假的吗？我这个是高仿的，我给上面多了点时间，所以自然能够骗过这帮山匪。少寨主，这是剑圣大人的英雄令，属下已经验过，这是真的。当年黄风寨遭7煞门偷袭，全寨上下死伤无数，眼看就要被灭门，是剑圣大人从天而降，一剑退敌，这才给我爹和整个寨子一条活路。剑圣是我黄风寨的再生父母，是天大的恩人呐！太好了，苏当家，有了剑圣的恩情，这下咱们镖局肯定能顺利借道。没想到你的眼界还挺好的，连少寨主都以为你是剑圣了。我都不用演，我就做我自己就可以。都来！少寨主，你为何将刀挥向你的恩人？这英雄令是真的，但这剑圣是假的。啊？难道少寨主见过剑圣，被识破了？我虽然没见过剑圣，但我知道他就是假的。
你都没见过剑圣，夹你个腿儿啊夹！剑圣生平最讨厌被拘束，他连3大宗门都不愿一见，又怎会替朝廷走镖？你这话说的，我竟无言以对。在我黄风寨还敢冒充剑圣，可是死罪！胡教头，把他的命给我拿下！是，少寨主。这是七煞门的挂牌，你打败了七煞门。七煞门的人武阶都在8品之上，你当真打败了他们？打败七煞门很难吗？那是自然的，七煞门中的一煞，随便拎出个剑火，都能荡平了中原3大宗门，寻常人想都不敢想。但对于剑圣大人您来说，自然是手到擒来，不值一提啊。少寨主所言不虚，正是这位剑圣刚刚在来的路上，还解决了七煞门的刀雄。对，凌家少爷可是能做证人的。凌家，少寨主，属下有小道消息，凌家前段时间确实请了刀雄，但后来才知道是冒牌货，被坑了。少寨主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人给驿站送过马，就是个马夫。马夫？好啊，你们几个人拿我当个傻子在这捉弄呢吧？完了，这下走不了了。少寨主，我们无意得罪你，只是山海关被晋王的重骑封锁，我们实在走投无路，才来黄风寨借道，绝无捉弄之意。苏当家这般国色天香，还有几分绝色美人的样子，不如你留下，当做本少主的压寨夫人，伺候本少主。这借道的事儿，我兴许可以考虑考虑。居然敢偷袭我，胆子不小啊！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留下，那2个男人给我剁成泥，喂狗！娘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道义有道，当年老寨主以忠义立寨，没想到如今的黄风寨却落为强抢民女、罔顾道义的地步。道义，本少主的道义就是弱肉强食，只要比你强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的女人就是我的女人。放心，你的女人，我会替你好好疼爱她。可恶！我山寨有800多人，你们3个谁也跑不了。你若再这样执迷不悟，我马上就踏平你们黄风寨，让黄风寨在这个山头从此消失。是谁？胆敢冒充剑圣？爹，拜见老寨主！完了，传闻老寨主是10大师的8品高手，恐怕咱们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儿。爹，就是这个人，不但冒充剑圣，还打伤孩儿，你一定要替孩儿做主啊！老寨主明鉴，是少寨主想强抢飙车在先，后又想让我留下来当压寨夫人，我们迫不得已才被迫还手。老寨主，别听他狡辩，是这人用剑圣的英雄令冒充剑圣，少寨主只想拆穿他的真面目，所以才出手教训他。剑圣的英雄令，快拿来给我瞧瞧！完了，老寨主可是见过剑圣本人，这下瞒不住了。这一来，称我们理亏了。虎子，多年不见，你可还记得本尊？放肆！假剑圣，居然敢直呼老寨主的小名儿！叶辰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为什么还激怒他们？真是太狂妄了！今天我就替我爹教训你们，把你们大卸八块！哎呀！爹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
王虎，拜见剑圣！拜见剑圣大人！剑圣，剑圣，我没看错吧？黄风寨的老寨主居然给叶晨下跪了，难道他真的是剑圣？虎子，来，你这不是在折煞我吗？当年若不是剑圣您出手，这黄风寨早就化为灰烬了。这一拜，您受得起？逆子，还不快给剑圣跪下！虎子，我记得你当年占山为寨的时候，可是定下过规矩，只接那些为富不仁的贪官和劣绅，搜刮民脂民膏的奸商，是绝不碰寻常百姓和正经行旅的。但你这儿子倒好，他倒是出息，打家劫舍，强抢妇女，无恶不作。大人和你说话呢，你哑巴了！小的知错，求剑圣大人给小的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机会可以给你，但必须要听我的。首先，把这些年拐卖到寨子里的民间姑娘，全部都送回各自的家中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们都听到了，现在你们自由了，赶紧回家和家人团聚吧。谢谢恩人。其次，把寨中的余粮全部接济给山下的难民。如今北戎入侵，朝廷正在全力御敌，自顾不暇，民间更是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你们既然占山为王，就要多积点德，不要再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。是，小的一定谨遵剑圣大人的教诲。叶晨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剑圣？我实话告诉你啊，我之前就凭着神似剑圣的脸庞，在3大宗门里混吃混喝了1个月，愣是没有人发现。难怪叶晨那么像他。这么说你是假的喽？你虎啊，别乱说话。听闻剑圣大人要护送飙车借道，黄风寨愿借调100兄弟全程护送。兄弟们，收拾行头，跟随剑圣出发。是。太好了，有黄风寨护送，我们这趟镖总算是稳妥了。不好了，苏当家，镖车被人抢走了。什么？镖车被人抢走了？我们的镖可是黄镖，怎么会被官府扣下了？你给我说清楚。苏当家，青州知府说我们没有护镖资质，不由分说就把镖车给扣下了。我去，这世道还真是稀奇，镖没被山贼抢，反倒被官府给抢了。女儿，娘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还问我怎么来了？你知不知道你接的这趟镖得罪了王爷？王爷把苏家镖局查封了，不准咱们再走任何镖。什么？查封了？女儿，你就听娘一句劝，这趟镖就别再硬扛着了。林家少爷那边已经松口了，只要你把这个马夫交给林少爷，林少爷答应，就帮咱们苏家解封镖局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叶晨现在可是宝儿的爹，我怎么可能把他交出去？我知道你们有媒妁之言，但你也不能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赘婿，让苏家陷入困境啊！苏当家，老夫人说的有道理，您要以大局为重。女儿，你就听娘的吧。我绝对不可能把叶晨交出去的。娘，叶晨现在不只是宝儿的爹，而且还是镖局的恩人，他数次替镖局解围。如果我现在把叶晨交给林峰的话，那我苏海棠岂不是背信弃义的不义之人？我还有何颜面去面对已故的爹？要不是你当年执意带着宝儿，不肯听娘的安排，娘早就为你寻得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，何至于现在要下嫁一个喂马的赘婿？娘，你不必再劝，叶晨现在是我的人，我一定会保下他。行吧，有你这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趟镖我保了。你保？你怎么保？林少爷背后是王爷，你怎么斗？你怎么就知道我斗不过他呢？一个喂马的，在这儿嘴硬什么？现在遭殃的可是我们苏家满门，不是你这个外人。好了，别吵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去青州府邸要回镖车。叶晨，跟我去趟青州府邸。
知府大人，这趟镖是朝廷紧急派发的黄镖，请知府大人行个方便，让我们拿回镖车。运完镖之后，我们定当补齐所有手续。不行，正因为是黄镖，才更要守规矩，不能随便通肉。你要没有手续，这镖车按律就要归档朝廷，交给王爷统一管理调度。苏海棠，我早就说过，这镖迟早是我的。见过知府大人。林公子有礼了。林峰，又是你。苏海棠，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镖车，而是你们苏家满门的幸运。王爷现在已经查封了你们苏家，正准备问罪你们苏家。不过，若是你愿意当我的偏房，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可以在王爷面前美言几句，保你苏家平安无事。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，要不是上次你溜得快，你的命不可能活到今天。你跟马夫能打有什么用？我告诉你，出来走镖讲的是实力和背景，最多2个时辰。要是你们拿不出镖局的资质，你们苏家就完了，这镖也得归王爷。那若是我们有大宗师的担保文书呢？大宗师江湖地位极高，朝廷官人若是见了大宗师的担保文书，按例是要给面子的。3大宗师从不管庙堂之事，而且每个大宗师在江湖上都是位高权重，根本就见不着。寻常人见他们一面都是难如登天，你还想要他们的担保文书，简直是笑话！哼！苏海棠，2个时辰后，你要是拿不出担保文书，这镖车可按程序移交王爷了。走。要大宗师的担保，这不难，我能办到。是3个都要，还是1个就可以？叶晨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胡闹。哎，是剑圣大人的宣召烟花。6年了，剑圣大人终于出现了。快备马，前往青州府。等办盏茶的时间，自然会有人过来给我们写大宗师的担保书的。叶晨，你之前骗黄风寨，我还可以相信你，可是你能骗得了3大宗师吗？离这里最近的大宗师是玄武宗，一来一回，正好2个时辰。希望苏家的传家物能让玄武宗长们给个面子。我收拾一套，去当玄武宗。你在这里照顾好不好？玄武掌门拜见剑圣大人。你还真是随叫随到，不错。剑圣大人难得召唤，小人就算是跑断腿也得马上赶来啊！一别6年，不知剑圣大人身体是否安康啊？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，有没有带笔？笔有。帮我写一个担保书，我用来走镖用。剑圣大人，别拿小子取乐，您一剑秒天地，哪用得着小人写担保呢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让你写就写。是，那小人这就写。只能这样了。剑圣大人，担保文书已写好，玄武的宗师印也已经盖上，请您过目。剑圣大人，您既已现世，不知后续有何打算？小女孙彤当年蒙大人指点，一直怀念感恩，不如大人打住，别再提联姻之事，我还没有找到当年的恩人，还不能暴露身份。记住，今日之事绝不许对外泄露半点，听见没？小人遵命。当家，马已经备好了。行了，你来都来了，你再帮我办件事，你去查一下苏海棠的玉佩是从哪里买的。大人既然吩咐，小人这就去办。
刚刚跟叶晨说话的人，像不像玄武宗的掌门啊？唐家你就莫说笑了，玄武掌门可是9品高手，怎么可能随意出现在这市井之地？走。什么？玄武掌门出去了？去哪了？说是拜见一位高人。还有人比大宗师还高，不知能否转告掌门，苏家镖局今日来求一份担保文书，日后若有差遣，自当肝脑涂地。你先回去吧，如果掌门答应帮你写的话，自会有人送去。有了。2个时辰就快到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看就不用等了。大宗师怎么可能会给一个镖局写担保？谁说没有大宗师给我们写担保？女儿，你可回来了！不可能！大宗师连王爷都不见，怎么可能会见你？那你把文书拿出来，让大家看一看。文书已经在路上。在路上？苏海棠，你这种骗人的伎俩，唬得了别人，但唬不了我。既然文书拿不出来，那这镖我们就带走了。带走。时辰还没到，我看谁敢动镖箱。苏海棠，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挣扎，跟王爷作对，那就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死。女儿，不如把这镖让出去吧，镖局已经保不住了，别再搭上命了。娘，爹爹当年教导过我，镖局守的是一诺千金的信誉，人在，镖就在。苏家的百年字号绝不能断在我手里。现在相面，来人，把这镖给我带走。林峰，这枪明明就没有烧完，你手来！我无赖又怎么样？你一个小小的镖师，也敢管本少爷？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镖！叶晨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驿站照看宝儿吗？又是你这个马夫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可是带来了货真价实的高手，不把你这腿打断喂狗，我就不姓林。好啊，一会儿有种你别跑，我第一个先废了你。朝廷重地，不得胡闹。苏海棠，你若是拿不出大宗师的担保文书，这镖车就必须按规矩移交王爷。谁说我们没有担保书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居然是玄武大宗师的担保文书！叶晨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文书是真的假的？你说呢？这不是有大宗师的刻章吗？看到没？大宗师的担保文书，这下你们没话可说了吧？赶紧交出镖车！刚刚是谁打了你？拿着担保文书打回去。看见没有？玄武大宗师的担保书。你这个臭镖师敢打我！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大宗师的担保文书，那么镖理应还给我们苏家，让我们继续运镖。且慢，这文书一定是假的。这个马夫他就是个惯犯。我听闻他在黄风寨冒充剑圣，还伪造英雄令。不用想，这文书一定又是他不知用什么卑劣手段伪造的。欺骗朝廷命官，可是死罪。你，这些行骗的刁民不能轻易放过，还请知府大人下令，把他们全都关起来。叶晨，我们苏家就要被你给害死了！欺骗朝廷命官可是灭门的大罪，我们苏家的百年基业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。怪我刚刚没有阻拦你，你那些把戏只能片面山贼。是谁？是谁？竟敢撕毁本宗门的担保文书！荆州知府梁玉荣不知3大宗门千金驾临，有失远迎，哀望恕罪。哎呀，孙彤小姐，您来得正好。这个马夫胆大包天，伪造了玄武宗门的文书，我林家愿意为宗门效力，替孙彤小姐处置了这个骗子。完了，玄武宗的千金亲自来对质，苏家这次彻底没救了。3大宗门千金都是8品高手，
我们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，这回真的死定了。是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撕毁我玄武宗的文书？孙童小姐，您误会了，我刚才撕毁的是这个马夫伪造的文书。我身为玄武宗的继承人，我说这文书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。是，孙童小姐说的是。怎么样？他们仨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们？你知不知道这6年我们等得有多苦啊？就是啊，你当年一声不吭就消失，害我足足守了6年活寡。无论如何，你今天都要给我一个交代。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呀！叶晨女婿真是深藏不露啊，居然连3大宗门的人都认识，这下苏家有救了。王爷有令，这镖不能带走。白衣白剑，难道是王爷府上的最强门客温白仁？见过温大人。我们现在有大宗师的担保，就有权走镖，哪怕是王爷来了也得守。现在这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一指破1人，他的实力至少在8品。这镖怕是不好拿回来了。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3大宗门面前叫嚣！我提议，谁先拿下这个狂妄之徒，叶晨今天就归谁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今天我要是先将他制服，2位姐姐可不要后悔。有3大宗门千金出手，这下稳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3个可都是8品高手。孙某，那9品之下第1人，就算对上真正的9品大宗师，最差也能1换1。完了，3大宗门的千金都不是对手，这下死定了。王爷有令，让我来清算作对之人，在场的各位今天就死在这儿吧。在场的各位今天就死在这儿。对，温大人您说的对，一定要好好清算，尤其是这个满嘴说谎的马夫，一定要把他千刀万剐呀！哎呦啊！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怎么反派正派都打我？我是苏字镖局的当家，这趟镖是我接的，所有事情皆因我而起。如果王爷要算账的话，请算在我苏海棠头上，不要连累我镖局的其他人。既然苏当家如此仁义，那温某就先杀你吧。好快的速度，竟然还有高手！既然要清算的话，那就先杀了我吧。叶晨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镖局的人，苏家的事情更与你无关，你给我滚！越远越好。别怕，剩下的交给我就好。9品之下第1人，说到底不过就是个8品。你这个满嘴喷粪的马夫！温大人，你赶快把他杀了！好，那我成全你。赢！杀剑！演！你居然用2指就接住了我的逆杀剑！不陪你闹了，
再这么下去，我的衣服就要被剑气所伤，没法穿了。九品的一掌，你只能让我重伤，你这掌力到底是什么品级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马夫而已啊，哪来的品级可言？什么？我温白人乃九品之下第一人，竟然败给你个无名无姓的马夫！走吧，赶紧搬东西。是童角明，看来王爷的3000府兵到了。苏海棠，我早就告诉你，得罪王爷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你如果再多嘴的话，我第一个先杀了你。叶晨，别冲动，一个9品大宗师最多能破1000甲，3000片，就算3个大宗师来了，也恐怕无法抗衡。林峰，告诉王爷，这镖我们苏家不要了。现在知道服软了，可惜晚了。我现在就让3000府兵把你们所有人送上西天。为什么这镖车不要了？我们现在有3大宗师的担保，镖车我们可以拿走的。那可是3000府兵，别说我们有大宗师的担保文书，就算大宗师来了也没有用。这个镖是我接下来的，结果该由我来负责。林峰少爷，我留下来给王爷赔罪，请你放过镖局其他人。哎呀，苏海棠，你现在怎么求我都没有用了，得罪了王爷，除非是剑圣来，不然谁都保不住你。我说过，这趟镖我会保，就一定会说到做到。叶晨，你不要做傻事。放心，做傻事的是他们。借你佩剑一用。你这个马夫真是疯了，靠一个破剑就想对抗王爷的3000府兵，你简直是自寻死路啊！叶晨，哎呀，这么快就没有声音了，估计那个马夫已经被千刀万剐了。可惜啊，连惨叫声都没发得出来。林峰，你给我闭嘴！喂，你怎么没死？3000府兵呢？怎么人影都不见了？你不能杀我，我可是代表王爷的脸面，你杀我就是对王爷不敬。叶晨，王爷不是我们能得罪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还要走镖呢。回去告诉那个王爷，如果他还打这趟镖车的主意，下一个杀的就是他。叶晨，你别得意，就算你们拿到了镖局的资格，那又如何？王爷已经亲自来对付你们，还断了你们镖局的资产，你们这趟镖他送不成。那我就现在先杀了你。你等着！呸！剑圣大人，要不你跟我回玄武宗吧，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到你。你可别听他的，来电白宗吧，我叫爹爹把掌门位置让给你。6年前你可是答应来我们水东宗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，剑圣哥哥。不，这他们叫你剑圣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长得像剑圣，骗吃骗喝在他们宗门混了一阵，他们3个居然相信了。你可别拆穿我，不然就露馅了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想啊，如果你现在把我拆穿了，不光他们3个会找我算账，咱们这批货怎么办？你说是不是？有道理。剑圣大人，你就别跟他啰嗦了。今天你就在我们3个当中选一个，跟谁回宗门？就是，你要是不选的话，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剑圣哥哥，你快选吧！求求你们放过我好不好？哎，对不住了3位，他呀，不能跟你们走了。你一个小小的镖局当家，也敢跟我们名门正派的千金抢男人？我们可是3大宗门的千金，你拿什么跟我们比？拿什么跟你们比啊？就凭他。爹，对，我们俩的娃呀，已经6岁了。3位名门千金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来晚了。哼！剑圣大人，要是以后想和离，随时来玄武宗找我，我一定等你。
哎，就剩最后一段关外路了，那儿盗匪横行，人多目标大。我和叶晨2个人同行更稳妥，赶紧回去吧，别送了。到了关外，你们一定要多注意安全。好，走。站住！你们苏家不能出关。你们苏家镖局因对钱庄有大额欠资，已被列入出关黑名单，欠款未清之前不得出关。不可能，我们镖局历来规矩，每月底必清各路钱庄借据，定是王爷暗中作祟。10万两，这不对呀！原本是100两的周转借据，这怎么变成10万两了？这数字是篡改的。官差大人，您看这文书上的数字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苏家不可能欠10万两的。有什么事跟王爷说，我只负责守门，只要你们还清了欠款，我们自然放行。10万两，就是把苏家上下卖了都凑不齐，这不是明晃晃的要逼死我们吗？如果只是10万两，那应该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，叶晨，这可是10万两，我们镖局1年的流水也才1000两，10万两，100年，100倍，镖局开到现在都没挣过这么多钱啊！你把这把剑拿着，去任意一家马家钱庄，最少兑10万两。这把破剑值10万两，是最少兑10万两。这剑就算金子打的，也不值这个价。钱庄又不是慈善堂，只要马家钱庄的老板看见这把剑，别说10万，100万两也能兑。他巴不得你不赎回来。你怎么不说1000万两呢？叶晨，我知道你有点本事，可是这个事情是要用真金白银解决的。女儿，叶晨女婿连3大宗门的人都能请到，说不定这把剑真能抵10万两呢。娘，你真以为3大宗门的人是冲着叶晨来的呀？那你现在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与其坐以待毙，我们不如拿着这把剑去试一试。走。记得让马老板多兑换些，他欠我的远远不止这么多。不愧是中原首富开的钱庄，这东西还真不少，真是开了眼了。站住！你们这身行头在这干嘛呢？我们想找马老板。马老板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着贵客办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大吵大闹的。若是来讨饭的，打发几分钱就完事儿了，别在大堂里喧哗。掌柜的，他们说要见马老板，我正赶他们走呢。马老板不在也没关系，我们今日是来抵押兑银的，不知道这把剑能当多少钱？一把剑？这剑，我就说叶晨女婿靠谱，这下真有戏了。没想到叶晨真的没有骗我，这剑真管用。你们想用这把剑抵押多少钱啊？10万两。不过你们放心，等我们运镖回来，必定连本带息赎回。10万两！来人，把这2个闹事的娘们儿给我拖出去！掌柜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什么意思？是我应该问你什么意思才对吧？拿着一把破铁片子就敢要10万两，怕不是想钱想疯了吧你？还有你，怎么看的门？这里可是高档钱庄，怎么能让一些阿猫阿狗的随便进来？啊！干什么？钱庄之内舞刀弄枪，想什么样子？老板息怒啊！这2个女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捡来一把破剑，硬要抵押10万两，我正要赶他们走呢，还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，若是那把破剑不值钱，我们拿回去便是。拿剑抵押？就是这把剑。瞎东西！这把剑别说抵押10几万两，就是100万两都值。瞎东西！这把剑别说抵押10几万两，就是100万两都值。这把剑我仔细看过，就是一把普通的破剑，不值钱呢。破剑？这把剑在关内或许不值一提，可一旦出了山海关，它就是保命的令牌。关外北戎的大道，部落骑兵见到此剑都得绕道走。莫非
此剑是……嘘，我替我这不成器的下人向二位贵客赔罪。不知二位想用此剑抵押多少银两啊？10万两，要是太多的话，1万两也行。我们可以写欠条，等玉彪回来，我们必还。10万两，一言为定，就按这个价。马老板，你真的确定10万两？哎，十分确定，现在就画押，绝不反悔。还有那器具？是。二位，请吧。马老板，这把剑当真这么宝贵？这剑自然是一把破剑，当然不宝贵。宝贵的是剑的主人。剑的主人？6年前，关外的北戎作乱，让中原的客商苦不堪言。就是那人带着这剑独自出了关外，打败北戎所有的高手。从那以后，北戎人见到此剑，就如同见到剑的主人，再不敢犯。不知马老板可否告知这剑的主人到底是谁？你们居然不知剑的主人是谁？不知。反正已经画了押，我不妨告诉你们，这剑的主人就是当今天下第一的。这剑的主人就是当今天下第一的。马老板，好久不见呢！哎呀，我今天过来是来办正事的，千万不要暴露我的身份，后果你知道的。叶晨，你一个马夫怎么会认识马老板？这马老板可是中原第一富商，谁人不认识？只不过他不一定认识我。不认识还靠这么近？赶紧给我滚开！别把马老板的锦袍给弄脏了。哎呀，谁让你推他的？我的意思是，进门就是客，岂可以貌取人？马老板，刚刚您的话还没说完，您说这剑的主人是当今天下第一的什么？这事儿我不管啊，你赶紧给我圆回来。我刚刚说的是天下第一的帅哥。没错，我这之前呢，就凭这堪比剑圣的帅力，吓退了北戎所有高手，而这把剑嘛，也自然就成了北戎的传说了。马老板，您先用这10万两还清苏家镖局所有的欠款，您再给我们几百两，我们路上用。好，小人这就去办。女儿，你要不再生一个，拴住叶晨，这么好的女婿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娘是认真的，这叶晨绝对不是普通人，你可要抓紧啊！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要出关，你在家好好照顾宝儿。真是的。关外入夜就封城，今天咱们就在这西风城歇一晚，明早就走。好。这可是家黑店啊！这可是家黑店啊！在这关外的哪家不是黑店？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来，两位客官，吃点啥？咱这有什么肉菜？有，今儿个咱们店刚杀了一头2脚羊。2碗素面，别的不要。 2碗素面。哎，客官，这箱子搁这儿是不是有点碍事儿？要不我给您挪个地儿放？不用了，这东西放在桌上我看着安心。
2碗素面，马上来。呸！妈了个巴子的！掌柜的，你他妈的给我们吃白肉！白肉是什么肉？为什么他们那么大火气？这白肉啊，是两脚羊的肉。什么是两脚羊？两脚羊不是羊，而是人。真以为爷爷第一次来吗？想糊弄我们？几位息怒息怒啊！是店小二上错了，我这就给你换新鲜的红肉。上错了，老子还砍错了！皇家的镖，皇家的镖。这镖箱里放的什么宝贝？是金银财宝，还是稀世药材？我们走镖有走镖的规矩，只负责护镖上路，从不过问镖里的东西。就打开让我们开开眼呗！我听说皇室的东西可稀奇了。对呀，打开给我们看看。交镖之前，镖锋不能动，树不能如各位所愿。就打开来让我们看看吧，看看又不会少你一块肉。待会儿动手让我身后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，一个臭婊子敢挡老子的道，今天必须打开看一下。小娘皮，有两下子，兄弟们一起上！客官，您的面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，镖锋还在。不对，怎么了？镖里东西不见了。说，镖里的东西去哪了？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不说，我杀了你！真不知道。不是他们。你怎么知道？这群北戎大盗就是冲钱财而来的。若真是他们干的，这东西不可能还在。你的意思是有人盯上了我们的镖，可现在在关外，还有谁能盯我们的镖？这西风城到天黑就会封城，这人在天亮之前绝对逃不掉。可是我们在关外，人生地不熟，去哪找线索？不用我们说，我们找个熟悉的人就行。打！这是我要的，肯定是打！开！不敢跟着你！我们来赌方干什么？来赌方找方主。这个人在西风城号称消息通，无所不知。只要能问出是谁想打这趟黄标的主意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客人想赌些什么？我们这儿摇头子、推牌九、赌大小，样样都有。把你们方主叫出来。你们是谁？叫我们方主做什么？向他打听一个镖箱的事。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，只要问得清楚，价钱不是问题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这里可是赌坊，不赌就滚蛋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走。我劝你最好不要让我上桌，我这要是赌了，你这家赌坊可就保不住了。就你身上能有几个子啊？别一把输光就哭着赖着不走了。你这赌坊有多少钱？叶晨，这赌坊就是个无底洞，有人一晚就能输个几百两，有的人还倾家荡产。你真的不要赌？我们赌坊差不多有2500万两银子，你想怎么着？好，我就用这2两银子，把你们赌坊2500万两银子全部赢回来。看看啊，2两银子就想赢2500万两，这人他不是疯了吗？那你敢不敢接这个赌呀？好，你要送钱给赌坊，我怎么会拦着你呢？请。看他怎么有。
开。还真让他赢了，侥幸而已。开，再开！不是，这出好签了，这是18局啊，肯定是出钱了。一局，这赌坊可就要赔光了。是，这赌坊能承受得起吗？但是确实厉害啊！叶晨，你还有多少东西是我不知道的？你都赢了1700两了。人在江湖走，技多不压身嘛。我一个堂堂10品内力高手，隔空控制骰子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哎呦，两位客官，赢了这么多还不满意？要不掌柜我代表赌坊送客官500万两银子，客官今晚就到这儿，如何？这不是我想赌的，是你们的人逼我赌，我总不能驳了人家的面子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换我跟你赌，如何？可以，但我要外加一样赌注，除了这桌上的银两，外加一只手。玩的够大了。叶晨，这赌坊讲究的就是愿赌服输，你要是真输了，没人保得住你的手。我要的就是愿赌服输，这样赌桌上说的话才算数。好，那我们就比摇骰子，3个骰子，谁摇的点数大，谁赢。好，那就一把定胜负。哇，这是，真大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的手快没了。这2个中原人怕是不知道，掌柜的外号可是北戎第一魔头，只要比大小就没输过。那我先来了。请。哎呀，我怎么溜啊！这运气再好也顶不住啊！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白搭呀！就是。忘了告诉你，和庄家比，规矩是一样大也算输。一样大也算输，3个骰子最大就是3个6，这局岂不是输定了？说吧，你要留下左手还是右手？我这还没开始摇呢，你就着急看我的手了？还有摇的必要吗？我这儿可是3个6，18点，就算你摇的跟我一样，还是你输。对啊，这怎么赢啊？这万一我要是赢了呢？别浪费时间了，你根本赢不了，就算你摇了也没有意义。也是，我要是摇的话，你输得更惨。你摇，我摇，别在这磨磨唧唧的，老娘没工夫陪你们耍花样，赶紧的。我不会啊。没事的，有我在，包赢。不是能赢，是包赢。原来是个新手啊！我看我还在期待呀。中外的骰子可不算数，现在该认输了吧？完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们1颗骰子也能赢。1颗骰子，这怕不是疯了吧？这是。就剩1颗骰子，你拿什么赢？开！这有啊！开！我的天，还能这样？开什么玩笑？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，21点，
比你的18点大，我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一颗骰子变成6片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我们赢了，把你们方主叫出来，我们有事情要问他。这局不算，你们在骰子上做了手脚。你说话不算数。这是我的地盘，我说了算。放肆！方主，愿赌服输，若人人都像你这般耍赖，我的赌坊还怎么在江湖上立足？你们的镖在这2人的手上。北戎人，他们为什么要偷我们的镖？那就要问你们的镖箱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了。东西没错，赶紧回去给表王复命。好，走。这东西是你们的吗？就拿。你们把镖留下，偷镖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就敢拦路？你裹得像粽子似的，谁能看出你是谁啊？你们是七煞门的人，武器是矛和盾，莫非你们是狼矛和盾马？七煞门还有这2个人？他们俩虽然在七煞门中排名第6和第7，但是他们俩联手的话，3000兵都未必拿得下。哼，原来是排在末尾的2个人，我说怎么没有听过他们？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小看我们七煞门？他们俩将一攻一守修炼到极致，狼矛的进攻无人可守，盾马的防守就连9品大宗师来了也未必破得了。小子，我劝你放弃吧，这个是北王要的。镖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连北王也对他特别在意？我劝你们2个还是乖乖的把镖还回来，不然你们北戎又得少2个9品。毕竟你们现在就只剩下5个9品。臭崽子，我现在就宰了你！不能冲动，这小子嘴这么贱，你能忍？我们的任务是把镖拿回去，不是杀人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哼！还好咱们俩刚才没有动手。干什么你野扯？我就试试这个土块它到底有多硬。那我也试试你的头有多硬。你刚不是说他们的攻击无人能敌吗？他的内力明明就是9品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拦下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没有用全力，这一击要了他的狗命。剑再高点。那男的他是高手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了，你们2个是冒牌的。小人不知有高人在此，这镖盒还给你了。走。怎么回事？我说了，要废了你们2个9品，就一定说到做到。滚！是。还好镖拿回来了。既然这镖锋已经破了，不如我们就打开看看吧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要不这一路上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觊觎这趟镖。小心！什么人在这鬼鬼祟祟的？叶晨，别追了，剑上有东西。想要宝儿，
拿镖来换。是宝儿的头发。这落款是王爷，他让咱们拿着镖去客栈见他。叶晨，宝儿不会有事的吧？他们抓宝儿只是为了拿来换镖，在拿到镖之前，应该不会伤害宝儿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宝儿是不会有事的。宝儿在哪儿？快把他放了！不急，王爷说了，你先把镖交出来。你先放人，我再交镖。先交镖，我再放人。少废话，快把宝儿放了！哼，不自量力。红甲兵。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红甲兵。所谓红甲，是由9品内力铸造而成的甲，故而成红色。一红甲可抵数百普通甲，所以10名红甲兵即可抵御9品大宗师。快把宝儿还给我！既然你们不肯交镖，那我也不用对你们客气了。红甲兵，杀！娘子，你先休息会儿吧，剩下的就交给我。你就是那个屡次破坏王爷好事的马夫？没错，正是在下。红甲兵听令，若能取得这马夫的一手一脚，赏黄金10000两。叶晨，小心！这些红甲兵没有痛觉，且伤了他们的要害也没有用。叶晨，你居然能一招击败红甲兵！哼，天真！红甲兵还能死而复生？头没了还能活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才是红甲兵真正的可怕之处。只要甲不碎，他们就是不死之身。真的是不死之身，那还怎么打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里的每一副红甲都是由9品内力铸造而成，哪怕你是9品巅峰，也休想伤他们分毫。既然9品不行，那我就用10品。10品？你这马夫真能吹！天下5阶总共9品，你哪来的10品？那你就好好看看，我这一剑，他到底有没有10品？剑来！不可能！他居然真的击碎了红甲兵，这不可能！宝儿到底在哪儿？赶紧说！大人饶命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赶紧说，宝儿到底在哪儿？大人饶命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留我一条生路吧！你不说我怎么饶命？剑圣大人，何不赏个脸，与本王共饮一杯如何呀？剑圣大人，何不赏个脸，与本王共饮一杯如何呀？刚刚王爷叫你剑圣。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就算你倾动所有的兵马，也奈何不了我。本王当然清楚，剑圣乃是当世唯一一位达到10品5阶之人，一剑可破万甲，天下无人能及。那你还敢跟我谈条件，就不怕我让你人头落地吗？本王既敢请剑圣大人赴约，自然握有十足的把握。十足的把握，说来听听。本王找到了剑圣的软肋。软肋？自从我登顶这天下第一，这世上还没有人能拿捏我的软肋。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，那就是宝儿。只要这孩子在，本王想要的都能换到手。王爷，看来你的消息不够灵通啊！我跟苏海棠只不过是契约夫妻，但宝儿可是你的亲骨肉。你说什么？
6年前帮你解毒之人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带上来。宝儿，娘。先生大人，现在必须按我说的做，不然我立马就让红甲兵掐断他的脖子。宝儿，娘，你们别管我，快打败这个大坏蛋！说吧，你要我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把桌上的酒喝了。毒酒。叶晨，你不能喝。没事，我可是食品高手，就这点毒，我不到半刻钟的时间，就能把它从身体里逼出。本王自然知道，毒药伤不了你，但只要你运气逼毒期间，就不能使用武功，否则就会毒气攻心，暴毙身亡。你卑鄙！现在，赶紧把镖盒拿给我，快点！拿到了，终于拿到了！这是全舆图，当年先皇亲自手绘的一幅地图，上面标注了开国时代所有的边关要塞，可助南国反击北戎，夺回失地。南国现在根本不足与北戎抗衡，而那皇帝小儿处处跟我作对。本王一直主张求和，放弃抗北，他偏不听，竟然让人送全舆图到抗北军。难怪北戎也打这趟镖的主意，原来这地图上画的是两国所有的要塞。全出来吧！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只要剑圣死了，就没人能阻止我掌控南国。全舆图你都拿到了，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？要怪就怪你的丈夫剑圣太强了，强到就算本王手握10万骑兵，坐拥半壁江山，也照样夜不能寐。赶紧动手！半刻钟内，剑圣不能使用武功，马上灭了他！叶晨，没想到你真是剑圣，今天是我和宝儿连累你了。怎么会呢？6年前若不是你以身替我解毒，我早就死了。这份恩情，是我欠你太久了。剑圣啊，剑圣，纵然你有天下无敌的武功又如何？一旦有了软肋，就任人宰割。你错了，王爷，宝儿她从来就不是我的软肋。宝儿，你可曾记得，爹爹第一次将内功输到你身体的时候？记得，爹爹的内力暖暖的，当时我单手就把那个灵哨打飞了。那是因为你的筋骨跟爹爹一模一样，只要通过心法运转内力，就能跟爹爹一样强。什么？宝儿，跟我一起默念心法。快，别管剑圣了，先把这个小孩给我杀了！快啊！宝儿，这也太厉害了！宝儿年纪这么小，内力居然达到了10品。他这一点呢，随我吧。快啊，给我干掉他们！叶晨，你不是中毒了吗？怎么还能运功？我功力涨了，这点毒我早就解了。那你还不早点出手？我这不是为了培养一下宝儿吗？让他锻炼锻炼。娘，宝儿，没事吧？嗯。
娘，我早说了吧，爹爹是食品高手。你们别杀我！我知道，全鱼图上还有个秘密，放我走，我去告诉你们全鱼图上的秘密。全鱼图还有秘密？对，这有个缺口。还真有个缺口。这里面藏着能改朝换代的秘密，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，就答应放了我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想。爹爹，我还想学更多武功，打败更多坏蛋。好啊，等走完这趟镖回了家之后，爹爹就把毕生所学都传给你。走了。北戎狼王的令牌，你是北王？北戎狼王的令牌，你是北王？不用担心，我不是来劫镖的。没有那全域图，我北戎40万大军照样能踏破你南国。我这次来，是代表北戎和你约战的。我北戎不但要得天下，而且还要夺回天下第一的称号。6年前，你战胜我北戎第一勇士剑虎，占了这名号整整6年。今日也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赶着走镖，没空打架。剑圣，这一战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我的人已经在城外候着了。你等我，我就得来吗？哼，你若不去，我北戎40万大军即刻压境南国。什么？剑圣，我只给你半个时辰的时间，咱们城门外见。驾！驾！看来他真的没吹牛，还真的有40万。夫君，此战不单是你与他天下第一之争，还关乎南国千万百姓的生死，务必小心。放心吧，娘，爹爹是不会输的。剑圣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赶紧的吧，我的镖快超时了。好，去，把天下第一夺回来。去，把天下第一夺回来。又是七煞门的人，你们七煞门我解决4个了，再打下去叫无后了。剑圣，你别以为只有你们中原能出食品，我们北戎照样能有食品。金色的光芒，叶晨，你这次要对付3个食品。好。这天下第一的称号，马上就要回归北戎了。北王，我这还没出手呢，你跑什么呀？看吧，我就说爹爹没事。按理说，他们3个都是食品，我应该拔剑的，但很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已经突破了第11品，如果再拔剑的话，就太欺负他们了。11品，你竟然练到了劈山境！北王，你又输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为了让他们达到10品，我用了9999个武者的内力作为祭品，才硬生生堆到10品，怎会如此不堪一击？北王，其实当这天下第2也挺好的，知足常乐嘛。行，只有我北戎配天下第一。来人，我现在就要吹起号角，把40万大军打入他们南国的边境。北王，剑圣已经如约赴战，你为何言而无信，执意发兵？坏叔叔，输不起就耍无赖。
真丢人！哈哈哈哈哈！自古成王败寇，我手握40万大军，天下第一的称号和南国的江山就该是我的。这是你逼我的，剑来！剑气纵横3万里，一剑寒光19州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劈山剑。只是一剑，就把山劈开了。北王，你最好马上带领人滚出南国边境，不然这下一剑劈的就是你的脑袋。退，我马上退兵。在下南国边军将领林关宝，多谢剑圣出手相助，逼退北戎大军。林茂替边境的百姓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林将军，我这趟镖正好是要送于你手中的。没有想到皇上竟然没有放弃边境的百姓，有了这张全域图，林某必定夺回失地，重振南国山河。既然镖已经送到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剑圣留步，林某还有一事，希望剑圣大人出手相助。这全域图缺失的一块，并非一时，而是藏着南国先祖留下的宝藏。如今南国战事吃紧，军饷匮乏，若能找到宝藏，化作军饷补给前线，南国必能扭转战局，重振雄风。宝儿，你怎么看？宝儿想去找宝藏，这次要爹爹和娘一起去。父君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好，那我们就启程寻宝。